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2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等一寡单位涉嫌甲李姓社业者斗空，串通好势，透过假交流、真员工的方式，安排上无有5000个中国的公务人员甲因的亲戚朋友来咱台湾。昨昏检方约谈搜索，约谈协会的创办人，也有李姓社业者，拢总10个人。协会创办人洪庆林，也有3个李姓社头家人，拢以25万交保。收起来，那5000个那个收受中国好处啊？多少钱？是否引入那个统战高官来台湾？即马中国人若是想要来咱台湾佚佗，是爱找政府许可加证的旅行社。也毋过，即个协会涉嫌对2016年开始，假先讲要交流，用假的文件替中国的公务人员甲因的亲戚朋友办资料，申请来台湾佚佗。上无已经有5000个中国人透过这款方式入来咱台湾，其中嘛包括中国统战部的官员，互咱台湾的国安出现危机。协会创办人洪上法办，而且限制出境。来关心天气愈来愈寒，细日唔通感冒。公费的流感预防射第2阶段已经开始注射，只要是65岁以上、6岁以下乡亲拢会使去注射。也毋过即马嘛有传出风声讲，真侪卫生所的即马欠货。也毋过咱卫福部是强调讲，预防射无欠会赶紧送到位。第2阶段公费的流感疫苗，拄即个月初8开始注啊，因为天气较凉冷，佮加上今年头一届升级做4价流感疫苗，民众想要注的人是真侪。啊，毋过却传出讲有地方卫生所已经无货啊，民众想要自刷注无。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强调讲，疫苗并无欠货，主要是地方卫生局的管控较严格，会到3天赶紧疫苗配送的速度。我想是一个地方调配的问题哈，跟有的地方打的比较多，有的地方打的比较少。我想透过地方卫生局的调配，应该是没有问题。卫福部疾管署表示，目前是各县市的卫生局配送去卫生所，医疗医所的公费流感疫苗是1礼拜送1届。啊，毋过第2阶段开始做的头一天，就已经用掉81000社，创这几年以来开始做的头一天上侪人的记录。啊，若是今年10月份入冬以来，感染流感并发重症总共有258例，其中有11个人死亡，破断是热天流感延续带来的疫情。最近的疫情是较稳定。这11例当中，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0月份哈，那是我们这个夏季流感今年比较延后哈尾声引起的这个重症或死亡的病例啊，所以目前流感其实整个疫情还是处于低点。疾管署提醒，6岁进前的囡仔、65岁以上的老大人是流感的高危险群，感染了后，可会引起肺炎、脑炎、心肌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建议应该赶紧来注流感疫苗，才当伫明年1月份进入流感流行季的进程，得到充分的保护力。根据统计，目前各地卫生局也有202.7万社疫苗会当来运用，民众唔免伤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有局部低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上新的云图，受东北季风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今仔日各地早暗拢有较凉，低温差不多是伫咧12度到17度。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嘉义，只有12度4。今日北台湾的高温是伫咧20度到24度之卡兜，花莲台东是23度到24度，中南部大约是27度到28度，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是较大。今日爱细至中国上海迄边24点钟了后，这 PM2.5 拢超过标准，所以对着东北季风会吹来咱台湾，这波伫中国来的这空气污染，今日透早会开始影响咱台湾，所以早时苗栗以北是受影响的。刷落来过道了后，中南部嘛开始受影响，会出现红色的警示灯，所以乡亲今日要出门爱会记得挂喙罨。来关心联合国气候峰会，目前当伫咧西班牙举行。美国一寡头人即马嘛当伫咧西班牙参加，因是表示讲，美国是支持爱用实际行动去应付暖化。另外，欧盟嘛有答应讲会减少碳排放。It's time to act. That is the heading for this COP. In October, we adopted the 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2030. This program will ensure we reach our climate targets by 2030 to reduce our emissions by 55% compared to 1990.
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5 正在西班牙举行，来自将近200国家的官员轮流发表讲话。而且以新上任的第一位欧盟执委会女主席范德莱恩，要在当地时间10日提出欧洲绿色新政协议，将在上任100天内甲欧盟成员国达成协议，减少碳排放量目标，使欧洲2050年成做第一个气候中立大陆。另外宣布要投入明年美国总统选战的纽约前市长彭博，甲美国演员哈里逊福特拢出席峰会，佮共同提交一份报告，表示就算政府无愿意资助美国各城市企业组成的团体承诺，会伫2030年实现碳排放量降低49%的目标。The reason that I am here in Madrid is really very simple. I am here because no one from the White House is here.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也参加这场峰会，伊特别讲到瑞典少女桑伯格。We have powerful new advocates like Greta Thunberg, who is an absolutely fantastic leader. 顶礼拜，亚马逊雨林2名原住民因为甲非法错手的工人去冤家遭枪杀。桑伯格推文表示，这2人是为了保护雨林死亡。巴西总统波索洛纳回应，桑伯格只是一个唔捌代志的囡仔。Aquela menina lá que... Não, lá de fora lá. A Greta já falou que os índios, né, morreram porque está defendendo a Amazônia. Pô. É impressionante, a imprensa dá espaço para uma pirralha dessa aí.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7日暗时也发起抗议，表示气候变迁地数天灾真济，要求各国政府帮助流离失所的灾民重建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德国牵手协会照例嘛有公布气候变迁的成绩单。咱台湾伫咧61个国家内底是排尾3名，是最近这几冬表现了上界歹的一摆。环保署是讲，这份比拼无公平。那环保团体是讲，咱台湾欠缺长期的规划甲眼光，这嘛是事实。当年拢会伫联合国气候峰会顶头公布气候变迁绩效指标 CCPI 德国牵手协会，伫西班牙公布上新排名。台湾今年伫61国当中排名59，位尾仔算是第3，仅赢过沙烏地阿拉伯甲美国，是最近几年排名上歹的一届。毋过环保署提出数字指出，这几年来二氧化碳排放，咱甲日本相像是平稳的，但咱的排名竟然阁似乎阁咧增加碳排的韩国甲中国。咱看到这个指标并不公平。它有很多的资料来源，并没有引用台湾自己本身客观的资料，甚至在评比上刻意忽略了台湾的努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指标并不公平。环保署强调，台湾并不是联合国成员，评比单位无更新或者是摕到正确的碳统计数据、再生能源等资料，造成安尼结果。环保团体认为，这几年来，蔡政府推动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确实无反映伫分数顶头，但咱的落实程度实在是需要加强。差的是落实度哈，我们的整个落实度在全世界在倒数前5名之内哦，所以代表说我们现在的政策其实是有被看见的，只是这个政策的落实度没有那么高。环团指出，过来欧洲、亚洲国家明确推动2050要达到再生能源100%，但台湾的规划煞定停留伫2025年。规划是非常不足，也没有办法让台湾规划后续我们如果要达到零碳排跟100%再生能源所需要的相关的政策。环保署强调，若该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绩效指标，台湾伫180国当中排名第23，伫亚洲顶输予日本。无同的指标结果差非常大，但环团认为国内减碳无总体规划，污染者付费的碳税、能源税拢无讨论，阁有诚大的进步空间。记者林俊王行中台北报道。甲乡亲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2000年创立的金矿咖啡上届请赢的时有80多间店，也毋过即摆因为拼袂过便利商店在卖咖啡，所以出现生存的危机。昨昏宣布要转型卖咖啡豆仔原物料就好。啊，若当全台还有13间店面，即摆由富士康接手来经营。来看联合报，行政院7月份的时有通过长照套度额，按算定出排除好额人条款。若是下资格，每年报税的时就当扣12万块。也毋过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这个资格条件受过酷刑伤严格，排除好额人条款一律去扣的，咱全台湾无20万人下这个扣税的资格。
来看《中国时报》，台积电11月份营收创下新高，有赚钱，昨昏股票计价收伫咧319块，佮创下历史新高，嘛带动咱台北股市爬起咧11700点，嘛创下29年来嘅新高。年又搁要到位咯，年尾赏金有偌济，真侪食头路人是年年看。即马有调查讲，今年大小企业年尾赏金平均是一个月各过一成的月绩，毋过这嘛是最近6档来上界低。年尾伫要到啊，上班的人上关心的就是年底奖金会当领偌济。根据104人力银行调查，2019年有94.1%企业会有年底奖金，平均是发1.10个月，甲2017年做伙创6年以来新低。进一步对产业类别来看，也是以金融业平均的1.64个月上好，过来是半导体、电子消费性、电子制造业的1.31个月。比如说这几年来，虽然我们的 GDP 都有持续在成长，但是是属于缓步和缓的成长，所以反映到年终上面，基本上这几年大概都是介于1.1个月左右，没有太大幅度的提升。若是调薪水的部分，调查显示，每年有38%的企业会调薪水，平均的调幅有3%，毋过调幅嘛是6年以来上低。会调薪水的企业比例以半导体59%上悬，过来是软体甲网络相关的行业51%，啊，佮有顾问服务业44%排第3。毋过，对主计总处上新的调查会当看到，今年1月份到10月份，17色四项薪水平均是40763块，也是足袂到16年前的水准。因为2003年同期的17色四项薪水平均是40893块，表示薪水成长幅度赶袂到物价跌起的速度。企业的获利没有显著的增长，可能这个利润越来越低，或者甚至没有增长的话。那薪资它有僵固性，它不至于会减薪它顶多就是裁员或者是无薪假但是在薪资方面，它就是增长的空间就有限了。人力银行嘛提醒，年后是外头路的大月，毋过照过去的调查，想要跳槽的人有要到57%还未准备好，所以建议想要外头路的人爱了解家己的条件，啊，佮有家己伫职场面顶的性格，才有机会争取到理想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昨昏是登去伊的故乡新北市的万里，嘛对乡亲讲，总统蔡英文闹连任，会推动农民退休金制度，互农渔民亲像军公教甲劳工共款，逐个月拢会使领退休金。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1日登记出来的心情，去故乡万里辅选受到热烈欢迎。赖清德表示，看到乡亲特别亲切，强调当地农渔民比例悬，提出蔡政府规划农渔民月领退休金的大力度。未来蔡英文总统，伊阁有进一步的这个政见，像军公教、像劳工安尼，以后农民少年开始做农。退休了后，会当按月领退休金。赖清德强调，做行政院长人来推动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等政策，连任也会更较照顾农渔民。对进前讲到票投民进党唔通投小党的代志别亲的讲法，被批评时态度有班，也做出澄清。没有批评或者是攻击其他小党的意思，没有。另外，民进党也将中常会刷到分林，针对11月爆发土豆之乱，主席杜正台认为是中价伫分林长期设立无效体，地方利益结果的关系。分林是农业大关，也守住这个民主红线。云林这个选区，我刚刚在常会当中也讲，2016年开始，他为我们筑起了一道民主的防线。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维护这道防线，而苏治芬委员跟刘建国委员就是我们这道防线的守护者。另外，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推出第2期竞选歌曲，有乐团麦可去演唱，加政治动会向定蔡英文的执政方向。对手韩国驻电影指控辩论指定特定媒体，竞办也回应，总统甲团队已经在准备中，期待媒体间赶紧启动协调检查顺利进行，也请韩电影政治操作唔通上过头。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昏是登去高雄，宣布12月1日，伊要伫咧高雄举办支持韩国瑜的大游行。也毋过迄一日，要罢免韩国瑜的人嘛拄好要伫咧街仔路游行。
也看榜定调21个挺韩游行，是为了庆祝韩国瑜就任市长满1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现身，呼吁海内外支持者到场参加。不过，伊爱降级举办的罢韩游行，唔通动员外县市民众，因为罢免高雄市长是高雄人的代志。千千万万不要用游览车带外县市的人来高雄，户籍不在高雄，因为政治动员。把这些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是严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罢韩团体捌呼吁爱韩国瑜卖闹事，不过伊认为挺韩游行加上路线无同，闹事论调无成立。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摕可能参选控制署的总统，韩国瑜表示尊重。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10月伫台南甲前总统马英九合体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对组织代表谢中廷面切上，讲张善政造谣，强调外交部无命令伊登来台湾避巡。张善政回应，焦点应该转回总统蔡英文。不要再理他了，我们聚焦到蔡英文跟网军的关系，就这句话。蔡英文跟网军到底什么关系？大家来注意。重点是蔡英文，重点不是谢长廷。邱惠如网军案件继续烧，韩国瑜也公开发挥，爱大家找找邱惠如，请伊转做有点证人讲出内幕。佢爱串门讲清楚，邱惠如是毋是就是蔡政府所持的网军？那连两党继续搞会度连辩论基庭也一直无定案。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蔡英文你只愿意交给3例辩论同意书？难道你跟卡神一样吗？今天一定要挑三拣四，占尽便宜，你连主场你都一定要你说了算。韩国瑜电影协商代表罗志强去三立电视台送交辩论授权书，授权公司三立、中天、TVBS 等4间电视台协商举行辩论，呼吁蔡电影赶紧交授权书，和4间电视台唔通偏心三立，和辩论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进党的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头一摆讲出嘴，讲若是无意外，伊会选2024年的总统。也毋过，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听到了后是应讲，现此时才是上界重要的，先甲2020的代志做好势，才搁讲。嘛爱郭文哲先支持伊做总统。市长所以问你，所以你后一任一定会选对不对？那没有意外的话会选的。进前原本以为参选总统大位的台北市长郭文哲，11号接受媒体专访，伊讲若是无意外，2024年会参选总统，也强调应该准备的拢有在做，身体状况若是有较好，就会乖乖来做准备。我们还是会朝要选举，还是要做准备。那你要身体够好啊，所以我们还是乖乖准备的，然后很认真的准备啊，剩下给天决定。不过对着郭文哲头一摆讲要参选2024年大选，宋楚瑜却是认为先把2020年代志处理好，无必要谈论别人未来的计划。让我们先把2020年的事情做好。台湾能不能够度过2020年的这一个严重的挑战，才是当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宋楚瑜11号参加7件观光产业发展的座谈，提出家己发展观光业的愿景，除了改善难事观光条件、阿里山消费车管理这问题以外，也认为两岸关系牵动观光业的发展。对岸对于民进党政府，你有意见，你要给他好看，但是你却把对两岸交流最有贡献、最希望两岸交流的观光产业，拿他们来出气，这是不公平的。宋楚瑜讲，希望大家互有经验的伊来服务，强调若是伊当选会亲身操盘，对改善两岸关系来入手。伊也讲到，到时阵大家就有一个上好的观光局长，就是伊宋楚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今年4大杂志风云人物已经选出来啊！瑞典16岁的环保少女桑伯格拍败证人，伊拍败美国总统川普，也搁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等等，伊摕到今年的风云人物。2019年10大杂志风云人物11出来，少数年会都为气候变迁挺身而战，勇敢批评全球领袖瑞典16岁环保导师桑伯格拍败经济对手，选为今年的风云人物。The current world leaders are betraying us, and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anymore. We will not let them get away with it anymore. We say enough now.
and change is com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We picked Greta as the Person of the Year this year because she's become the most compelling voice 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entire planet. 时代杂志指出，桑伯格勇敢发声，以去年8月展开环保运动，10个月来拢无停，也佫惊受联合国呼吁全球领袖对气候变迁采取行动，甚至甲美国总统川普争论，伊行动启发400万人伫今年9月参加全球气候白区，加做有史以来规模上大气候示威，也是92年来时代选出上少年的风云人物。We need optimism to keep going and to not give up, and optimism comes from action. And once we start to act, there will be a lot of hope. 桑伯格对美联社表示，伊无想过会中选，毋过感觉真荣幸，佮继续呼吁全球关注气候议题。甲桑伯格斗阵竞争年度风云人物晋级5强的，还有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反送中示威者进前伫票选中得到89%支持率，可惜最后无选中。不过今年7月，因已经入选《时代》杂志25回网络名人榜。另外，晋级决选的还有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加促请众议展开川普弹劾调查。乌克兰问的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入选到前10强，无进入决选。记者综合报道。一个2019年的诺贝尔奖70伫咧瑞典颁奖，除了伊索比亚的总理伊伫挪威接受这个奖项以外，其他的得奖人拢有到位。也毋过伫咧场外，嘛有真侪民众咧抗议，因是咧抗议今年的文学奖得奖人无妥当。在列音乐声，2019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得主穿着正式的礼服入场。瑞典10号伫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由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甲诺贝尔奖甲证书拢颁发予除了和平奖以外的所有得主，所有得主拢参加了晚宴发表感言。It is exactly 110 years since the first wom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elma Lagerlöf. I bow low to her across the time and to all the other women. We hope that our discovery will let all of u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cleaner environment, make our planet more sustainable, and help mitigate global warming. 今年的和平奖是伫挪威奥斯陆颁发，伊索比亚总理阿比伊阿迈德伫暗时嘛带着家后出现伫奥斯陆大饭店的装边啊，向支持者握手。伫瑞典颁奖的同时间，会场外口嘛组织差不多200人抗议委员会甲文学奖颁予彼得汉德克，因为过去汉德克把获人90年代的塞尔维亚大屠杀，佮出席互判刑的巴尔干多夫米洛塞维奇的丧礼。Han har, förutom att han uttalat uttryckt sig, så har han också skrivit på ett sätt där han relativiserar, ifrågasätter folkmord och krigsförbrytelser som skedde under kriget i Bosnien. 为此，土耳其已经宣布对颁奖典礼进行抵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认为，瑞典学院颁奖的行为等于甲凶手共谋，对人类进行迫害。土耳其、波斯尼亚等7个国家代表嘛，因此拢无参加典礼。记者陈世彤报道。来看印度的国会完成公民法修正草案，引起印度的东北部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印度阁派2支部队去东北，因为这个法案，互外界認為講是在輕視穆斯林。Ayes 125, noes 105, abstain 0. The motion, the bill is passed is adopted. 印度国会上面11暗时通过公民法修正草案，允准伫2014年12月底进行。因为受到宗教迫害，为阿富汗、孟加拉甲巴基斯坦等国，都甲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天主教等教徒摕到印度公民权，不过排除穆斯林遭到各界反对。मुझे बताइए सिब्बल साहब, इसमें मुसलमानों का जो भारत का मुसलमान है, इसका अधिकार कैसे जाता है? इसकी नागरिकता कोई नहीं छीन रहा साहब। ये नागरिकता देने का बिल है, नागरिकता लेने का बिल नहीं है। ये नागरिकता देने का बिल है। उसके अधिकार के साथ कोई छेड़खानी मान्यवर ये बिल को नहीं। इसीलिए मैं कहता हूं माइनॉरिटी को।
印度上大反对党国大党发声明谴责，这是印度宪政史上上黑暗的一天。阿萨姆省、特里普拉省等东北各省民众团体甲学生组织，切早11连续2天发动大规模示威活动，也佮警方发生暴力闹会冲突。印度陆军11时派出2支部队进驻这2个省。We demand that the government at the center and as well as the state should scrap the bill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spect the democracy and respect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as well as the country. 东北这省国民烦恼这项法案会互为孟加拉等国刷一个非法移民摕到公民身份，会鼓励更较侪非法移民进入，改变当地人口结构，佮引发更较侪问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民间团体批评，是基斯穆斯林违反印度宪法甲国际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佮根据考虑对提出这项法案的印度内政部长夏哈丁人实施制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耶诞节，加州有9月超工甲圣婴甲圣母关入去铁笼仔内，望大家来反省川普的移民政策，也毋过安尼做敢好，嘛引起好歹2种无共款的声音。圣婴耶稣、圣母玛利亚甲伊的翁婿约瑟分别被关入冷冰冰的铁笼仔内底。这是加州克莱蒙特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今年为迎接耶诞节所布置的耶稣诞生的场面。信徒看到，当咧议论这个场面。I think it's disgusting. I think it's political, and this is aimed at Trump. A mí me encanta. Es algo muy poderoso. Yo sé que atrae mucha atención. 教会主持牧师承认，安尼做的目的就是刺激大家反省，因为当年圣母玛利亚翁某为着逃避希律王对2岁以下查甫婴的对杀令，带着小耶稣为以色列逃到埃及，卡使这个家庭去美国寻求庇护，却亲像安尼被拆散分别关伫拘留中心内底，大家是安怎想的？We don't see this as political at all. We see this as theological. It's why we have a theological statement that's along with the display. 牧师主动伫社群网站打出相片甲文章，引起正反意见的论战。反对者认为关铁人对圣人无尊敬，啊，不过未少人也对难民真同情。伫洛杉矶有其他教会布置相关的耶诞造景，希望大家借此反省川普的边境移民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未来飞行机会使食电免食油，这是加拿大有一间航空业者伫温哥华完成全世界头一摆全电动的飞行机试飞。随风这台细只飞行机只会使载6个人，上长嘛只会当飞160公里，也毋过试飞真成功，嘛代表电动飞行机的时代到位啊！顺水面慢慢起飞，这只用载6名乘客水上飞行机测试伫加拿大温哥华完成第一座全电动飞行试验，有时电动客机的时代都要到啊！ This is hugely significant.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actual certification of a passenger aircraft that's fully electric. The path to here was rocky, as any aerospace path would be, but the team overcame every challenge that came up and solved it. 第一摆飞行试验圆满结束，不过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至少要搁等2年，进一步确认飞行安全无问题。得到港湾单位允准了后，将展开下一步计划，将旗下超过40台水上飞行机全部电动化，真正载客上路，达成节能减碳目标。目前，电池续航力依然是电动客机的一大挑战。亲像这摆飞行试验使用水上飞行机，上济只能靠锂电池飞160公里，当日飞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不过每年乘客运输量50万人次的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依然充满信心，因为因已经向新时代跨出一大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韩国瑜的牵手李家勋因家作假的刷石案，即马搁互立委黄国昌压出新的证据。黄国昌是摕监察院去查的相片，甲国有财产局的公文，强调讲，伫咧2002年非法占国有土地就是有影的代志。也毋过韩国瑜这边嘛有提出公文，强调一切拢合法。在国有的土地上堆置了砂石，这边有积蓄。 甲2002年国有财产局现场勘查相片摕出来，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阁表消息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丈人李日贵，伊所经营的大通刷石公司非法占用国家用地，迄当阵囤的刷石啊甲机械，即马全部拢公开。我们的行政部门是如何在纵容、如何在包庇
这种有权有势的地方派系的家族，这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就是我家的概念。吴国昌提出国产局的公文，而且指出大同占用3条土地，2000年6月份已经登录做国有土地。虽往2002年4月份，经济部同意大同沙石交通部用地变更做工业用地，不过同一档，西里镇民千万反对用地变更，国产局办理现场勘查，落尾确定非法占用的事实，要求大同甲国有地行登记，而且来纳补偿金2827136块，却一直无结果，一直到2006年，李日贵申请要起简单的农场，才来纳这条钱，不过金额却是差真济，敢若纳47000多块，质疑有人压迫，政府相关部门才会办理刑事。是透过什么神奇的行政认定手段？2002年7月算到2006年的4月，结果我们的国有财产局叫他缴的土地补偿金，竟然只有47042元，这个到底是怎么认定的？不过，韩国瑜电话会议时阵嘛提出国有财产局的公文，批评吴国昌黑白消息，而且背会迄当阵已经提出申请，强调讲一切合法。大董事长所占有的面积只有一点点，所以后来呢，确定了做重新的认定。请各位看哈，公文在这里哈，其他认定有问题的呢，基本上是解除列管。不过，吴国昌强调讲，迄当阵的监察委员调查报告到今也是无公开，而且质疑有人来暗砍，要求监察院赶紧公开迄当阵的调查报告。嘛强调讲，所有的指控拢有资料会堪这考验，嘛会当甲韩国瑜当面对质。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啦，国民党的立委议针对杨惠如饲网军这个案，有去外交部抗议。立委陈义民，佮甲一个姓陈的保6个查某警察的帽仔拔掉，佮共杀。这个案即马是依照妨害公务罪送北检，检方有传这个查某警察去问话。现在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以不便发言。本人的生活已大受影响。而我本来就只是一个认真执勤的基层警察，我不习惯成为媒体聚焦，恳请社会大众为我保留隐私，勿再造成二次伤害。这查某警察互检方问话问煞了后，就互伊的朋友甲带走，送伊离开。检方讲刷落来会去了解这个查某警察甲立委陈义民的对话，嘛会传陈义民去说明。来关心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联社的访问，伊讲，若准中国对香港出动武力，造成难民，咱台湾会甲国际合作斗阵斗3天。外交部长吴钊燮七日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讲到香港问题，表示台湾政府无意介入香港内部的事务，不过万倍将来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武力镇压，造成广大难民潮，台湾会采取适当的应变措施。Certainly, I don't hope that it becomes true, but if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at, Taiwan is going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that situation together. 吴钊燮嘛强调，讲目前台美的关系是真好，蔡政府若是继续执政，会维持同款的状况，配合中国有武力侵犯的借口。伊讲台湾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所以袂去烦恼讲台湾去互美国当作贸易谈判的牌。If President Tsai is re-elected, we'll continue to maintain our current posture, that we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 excuse in launching a war against Taiwan. 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在伊举办26条措施政策解读专题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透过反渗透法，伫咧台湾的社会造成绿色恐怖的感觉。实际上已经造成台湾民众，特别是台商、台生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已经在台湾社会造成了绿色恐怖。中共国台办这种惯性的说法是自欺欺人、不值一驳的说法。台湾是处在境外势力敌对威胁的最前线，有必要参考国际实践的例子，采取必要的民主防卫的作为，以维护国家主权跟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陆委会发言人邱水正表示，政府立场其实无反对中国对台商的优惠措施，甲反渗透法完全无关系。因所规范的是收中国政治现金来助选，或者是传播假消息的行为，甲台商无关系。总统立委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接近，台湾、美国、香港甲中国的局势是互相牵连，嘛变做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咱台湾的健保正好用世界通学路。不过健保署即马是发觉讲，今年第一季有6间病院做假销申报无老实，金额有1亿1600万，其中台北的联合病院就占5500万。做假账，这个对我们来讲太沉重了。为着要赔回无做假销，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院长黄胜坚拜三下晡亲身出来赔回。伊表示，针对看诊真济科的民众，敢若收一届的诊测费260块，其他诊测费拢家己吸收，想要交去健保署认定，门诊严重做假销，申报的部分无老实。我们跟健保署的沟通没有做得很好，这个我们要去努力。让我最难过的是，其实对医院的同仁打击是非常大的。为着要推扫分级医疗，健保署从去年7月份开始，要求区1级以上的病院门诊量减2%，若是无达到标准，超过的部分就无予因给付。结果健保署稽查核定的时阵发现，联合病院今年第一季检测费是零的无正常件，要到32000多件，比去年同期成长64倍。而且这挂案件所做的检验、检查，还有部分负担等等的项目，也是有向健保署来申报。看起来是超故意要回避门诊检量的政策，所以核定扣掉要甲5500万拖倒转来。正常会为0的案件，我们都排掉以后，它还是有成长，所以这里面可能隐含有一些是可能有给药或等等，可是他没有报诊查费。如果不是齐头式的要求减2%的门诊量，我们也听到很多医界会在反映说，有些医院它达标，其实它就是留的，可能还是他们觉得好处理的轻症的病人。健保署强调，讲未来继续把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供给各病院的院长来参考，来加强自我管理。而且除了台北市联合病院以外，也有5间病院嘛有同款的状况。这6间病院第一季总共去健保核扣1亿1600万，不过健保署无愿意公开是倒一寡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高美湿地边仔的大中港有设风力发电站，其中第11号风机前几日发生叶啊断去的代志。台电去调查了后，讲是系统反常的意外，也毋过迄一日无风无油就断去啊，民众即马感觉真恐怖。工人伫咧11号风机边仔空地啊，准备甲断去叶啊吊起来。伫咧台中港区宽港北路顶头，台电第11号风机车辆发生叶啊断去的意外。台电表示，目前伫高美湿地附近的风机有14台，叶啊断去迄天，当地瞬间风速是达到每秒30公尺。不过，风机会当挡风的风速是每秒44.2公尺，认定该座风机正风转向系统造成异常。可能是因为迎风转向系统异常，造成转子超速，叶片因此而断裂。这是属于设备异常的个案，并不是一个通案。后续会加强整个巡检，也会修改我们的运转的 SOP， 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台电表示，这批风机伫民国97年起的，也在使用年限内，强调11号机叶啊断去是个案。不过民众也烦恼讲，若无风太就来断去，恐惊品质有问题，而且过路人会真危险。公司还要加强伊安全措施啊，一定要做好，你知道？伊的病毒问题还有的话哈，我们要一定要避开人群啊，避开人行道啊，避开住家要当然好。台电针对这个区域其他13支共型的风机全部停机检修，经过检查了后，拢是真正常，也在7日开始发电。强调讲这是头一批的旧机型，目前新的离化风机面对风甲地动拢会达到 Class 1T 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被害人会使参与打官司的过程，替家己出声，会当调查证据，会使针对判刑来表达意见。民间团体是肯定这是进步的做法。立法院10号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犯罪被害人唔那只是证人利益，而是会使替家己讲话。亲像被害人申请得到法院审查通过，将拥有官司的参与权，适用伫性侵害、酒醉开车弄死人、人口贩卖这重大刑事案件。刑法对被害人甲被告在打官司方面武器靠法都平等。他有所谓的这个卷证的获知权，就是可以阅卷。另外呢，还有可以就证据的调查表示意见。为避免被害人被
二度伤害，调本也认定被动权甲思维权。被害人在侦查也是审判阶段，亲友、保姆也是当成伴侣，以及社工拢用陪同在场，甚至针对被告量刑表示意见。内心基金会真肯定司法保障被害人的权益，不过也点出不足的所在，包括被告应上诉，不过被害人永远处在被动这方面。希望上诉的话，他一样跟现在一样，要拜托检察官才能够提上诉。那如果是检察官不愿意的情况之下，等于是他没有机会提上诉了。这一次修法里面没有看到，也很可惜了。不要按照加害人他们每一次他们提出他们的意见，然后提出来，然后被害人完全都没办法提。杨淑群对司法也持乐观态度，所以修法对彰显司法正义有帮助，让被害人化被动为主动。在拍官司过程，真侪实际参与者，里边转落实在相关的实务层面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做伙来去金门，倒仔耍倒仔伊，大人囡仔拢真介意。金门的金湖国小即马有老师设计一组注重金门空气污染的倒仔耍，要互学生囡仔会当了解空气污染的知识，嘛会使熟悉故乡的文化。PM2.5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几级的致癌物。把倒仔耍的题目念出来，囡仔兄、囡仔姐轮流做裁判、算游戏。详细甲看，有人代表在地的生物，还也有水獭，因已经行要到金门的金城镇啦。过无偌久，就有人抽到爱唱歌的题目，大家是算甲欢喜甲。从中学到了一些关于风师爷的知识，还学到了关于空气污染的知识，然后还让我知道。我们要携手合作，我们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行伫金门的重要景点，这座倒仔耍有影趣味。这全是金湖国小老师以空气污染为主题，设计来互囡仔认识环境知识的基石。听说读写唱都有所以是全方面的。然后希望在这全方面当中，他不但能够把空污的知识学得很好，他也愿意把这一个观念带回家，甚至成为他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甲金门的地图、风俗也文化等等的特色结合在课程内面，囡仔是哪意哪耍，也了解故乡流传真久的文化，有影一兼二顾，望来兼细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遮埔社区发展协会开2档的时间，收千外件、真千件这古早生活用到的家私甲物件，去一间乡土文物馆。即马咱做伙来看卖。台中市大肚区遮埔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去做一个大肚山乡土文物馆，开2档的时间，收集了1000件古早文物做展览，其中有生活器具，嘛有真侪佚佗物仔，互人感觉真新鲜。活动筹备差不多2年外，但是主要是咱拢靠社区遮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甲咱提供遮的古文物啦主要我这个名称会写讲做乡土这个古文物是大肚山的，不是干那我这个社区尔。整个大肚山里面横跨的乡镇比较大一点，范围比较多。不管是古早时代架车用的火桥，还是建造用的龙骨水车，拢会当伫这个乡土文物馆内底看到。社区发展协会甲收集的文物整理分类，要带民众了解过去社会的历史。对我们整个大肚区来讲，不管是从怀旧文化，或是说一个观光资源的话，以后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行。这古早文物目前伫咧大肚区遮埔社区活动中心展出，民众唔会当去参观，体验古早人生活的智慧，嘛会当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5档前伫咧青东火车头有起一间天顶的派出所，遮红嘛遮青，也毋过即马并去派出所搬走啊。有地方就认为讲，即个天顶派出所囥喺遐用真无彩。若随风分局是解释讲，因为派出所搬去老家，安尼较方便，对治安嘛较好。红色天顶飞上天顶，来到青东区遮放天顶，西老街食物件是真侪旅客热门的行程。它这个车站我觉得造景特别美，比较喜欢猫村，然后老街美食其实都还蛮好吃的。离车站外口有一个9公尺高的大型天顶的派出所，
玻璃帷幕内底有20万粒 LED 的灯火组组成，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在2014年落成启用。每一摆到暗头啊，灯光表演是真水，不过落成才5年，滨海派出所就在进前搬出来。有滨海地方团体批评新北市政府的天顶派出所设计灯光的维修费用也真贵。我们今天不是 care 他离开不离开的问题，是 care 这一个建筑物在这里合不合适的问题。它是一个坐标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啊，蛮漂亮的啊。警察的话，他们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小，所以他们才搬走。李水凤分局是讲，派出所刷回来原来所在，靠法度维护当地治安。近年来啊，都集中在老街活动，而且呢，平西区的金融机构啊、行政机关都设置在老街的周边。所以呢，里长就建议啊，平西分驻所啊，是不是能够搬回原址啊，以维护当地的治安。新北市关路局是讲，会甲地方连接强升，就算派出所搬出来，原本的所在，伊原来继续观光旅游服务，加强在地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现今年确定要把高铁存登到屏东的6地处。交通部是宣布讲，未来10档台湾西部高铁加上东部的快铁，咱全台湾西一日只要6点钟。平均每一天来遮坐车的人数无到150人，目前也是无人招呼的代替屏东6地处车头。现在伊进前宣布高铁要通到遮来，交通部在1个宣布6地处会变做西部高铁甲东部快铁的专车地点，到时阵全台湾会变做6点钟的生活圈。6点钟啊，回到原点，你要顺时钟，要逆时钟都可以，你不要只从台北看天下，你可以从高屏地区啊。交通部规划，拄台北坐高铁到左营90分钟，左营高铁到屏东则搁转快铁90分钟到台东，则搁坐70分钟到花莲，等来台北嘛是90分钟，总共交通的时间无到6点钟。屏东6地处除了有高铁甲台铁以外，嘛有考虑搁加上高雄捷运，互6地处变做高雄屏东的副都心。阮这是较安静嘛，即个真正是就讲定案落哦，一定较发达啊，对我们那个六块处这边哦。也比较热闹，啊，交通什么都方便。外溢效益它如何来让它加大？那比方说，也许6块厝附近是不是可用的土地？它可以去做一些更整体的规划。屏东的居民期待讲交通会当带来欢迎的开发，毋过学者嘛提起，启动交通规划时阵，政府就要做回来规划车头4块位的整体发展，才袂到时阵造成地方人口向都市来流失。若是针对高雄捷运，敢是嘛有要通到屏东市，或者是认为有高铁甲代替了后，必要城市较低，需要搁评估看卖。记者综合报道。用签名的方式来订火车票，这个政策这个月17要开始实施。代替讲，逐日会开放6个车帮，身份证的号码 U 还是 V 开头的人，也有户口在伫咧花莲、台东的人，拢会使用。为着要花东的民众更较简单买到东部干线的火车票，代替宣布，拄17开始，新名这火车票会维持常态性的，逐工开放6班，拄开放订票日前3天，优先予花东的民众来订票。你身份证有 U 有 V 的那个一等亲哦，就是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小孩、配偶，那还有涉及在花莲或台东哦，这个你涉及在这个地区的也可以。听到讲新名这火车票要维持常态性，花莲民众大部分拢真欢喜。毋过嘛有老大人因为袂晓使用电脑，希望代替会当设计一套柜台出票的制度。我是临时启动的，我想要跑我就跑，我买有车票就动。我是买吗？我很少买到空的。对于老人家，他们还是可以来到窗口可以买票，只要他们的身份证是 U 的话，那我想那个铁路局可不可以让那个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这种优惠。代替表示，花莲的新名这火车是开放207、238的车次，还有拜6的206、3班列车。台东的部分是408、431车次，还有拜6、礼拜日、拜1的405车次的3班列车。开放订票日开始的前3天，提供予符合新名这旅客优先来订票。若是无订了的话，则全面开放予一般的旅客来订。记者综合报道。不时拢会发生讲老人买保险互怪去，所以即马金管会宣布讲，未来只要有买内底有解约金、生存金的保单，互70岁以上的时代买保险的过程，拢爱录音甲录影。
为着避免争议，今年开始实施70岁以上老大人买投资型保单爱录音也是录影以后，金管会阁宣布，录音甲录影范围会扩大到所有有解约金的保险商品，嘛就是业务员未来只要要卖有解约金的保单，予70岁以上的客户，经过客户同意了后，卖的过程爱录音也是录影，若是客户无配合，就无法度续保。接受人家来跟他解说这些商品的时候，未必能够很充分的理解，所以一些争议就是因为他前面没有理解，所以后面解约啦，或者是给付内容可能不符合他预期，都会容易产生消费争议。金管会指导阁修改法规是参考外国的做法，要互老大人面对金融商品的时阵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根据寿险公司统计，今年规定就落了后，顶半年70岁以上买投资型保单剩1万人，金额173亿，甲去年比起来，去年是全年3.3万人，540亿。预估今年70岁以上的投资型保单新契约件数，甲第一年的保费收入拢会大大减少。国人买那种相对比较储蓄的，一直都很有兴趣嘛。对啊，只是说投资环境变了之后，我当初买的用意跟后来的结果可能有落差的时候，大概争议那时候就会出来。金管会表示，寿险公司留存录音录影档案的时间，爱伫了解保单有效期间结束了后5年，嘛规定业者袂当扣款也是诱导保护，用贷款也是保单借款的方式来纳保费。目前修订办法都已经公告，预计明年1月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这是澳洲火烧山继续在炭烧，造成空气真歹、烟真高，甚至是高到去启动大楼的火灾警报系统，害这伫咧大楼内底上班食头路的人赶紧走出来。即马雪梨嘛，正做全世界空气上歹的所在之一，比中国的北京搁较害。礼拜二一透早，雪梨就雾茫茫，有名地标歌剧院甲雪梨港大桥用要看无。近一段天了后，伫强风甲40度高温的助长下，澳洲也会出现失控局面。加拿大新南斯威尔省就近摆起火点，引发的烟雾将雪梨天顶染成感觉黄色，当地居民生活大受影响。It's not great, is it? The weather's not too bad, but the smoke haze is really quite intense for today. Just got to pray for rain. We have to, otherwise it will just stay. 因为能见度上歹，真侪人坐渡轮被迫停赛，有名棒球赛临时法庭勉强举办棒球赛，转播员拢看不清楚现场状况。Evacuate now. 高高烟雾引发100多件火警警报，连接消防总部也同款，工作人员必须暂时撤离。真侪上班族同款被迫撤到大街路，当日测到空污指数比危险等级高出11倍，部分地区 PM2.5 指数超过500。和雪梨正做全球空污上严重的都市之一，引起气骨喘，也就是呼吸道无舒适病例也明显增加。当地居民伫大天常常起的金色沙布，也因为野火火呼染成一片乌色。遭到污染海水，恐然也将危害海洋生态。澳洲消防官员表示，未来几礼拜当地油源会出现关喷，也会恐然短时间内尽快拍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全世界每天啉掉20亿到25亿杯咖啡，新生的咖啡泡就真惊人。乌克兰即马有人甲咖啡泡摕来做出真死行，搁真环保的无人目镜。机器伫咖啡泡底层的板仔顶悬在切，无偌久目镜倾就出来啊。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ее шлифуем,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 всю необходимую фурнитуру,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 дужки, вставляем линзы, и у нас получаются вот такие готовые очки. 为乌克兰来加里兰科原本是修理目镜，为了互镜倾沿符合环保沿分解概念，一直走找用替代塑胶材料，为保好甲小白仔甲豆米全部试验过，最后发现咖啡泡掺植物油甲亚麻纤维，经过地了后再切，效果上好。初步完成的目镜倾，搁经过手工磨过，就正做质感甲造型真赞的乌金目镜，连镜片也采用同款的食物纤维做的。И он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просто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товаров, а изменении сознания людей в польз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натураль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тураль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и осознанн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咖啡泡目镜不只看出天然质感，也可用闻到咖啡的香味。加里兰科为目镜号一个新品牌名字，主要伫咖啡厅甲网络卖。结果自去年推出以来，消费者反应非常的好，主要客户来自欧美。
Оригинально и плюс это экологично. В нашем текущей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е только в стране, 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мире, и это важно. Важно двигаться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咖啡泡材质比一般物件较轻，无国使用时阵，长久放伫水或者是土内底，会自动分解成天然肥料。伊看好咖啡泡，佮利用前景未来计划，将伊做成餐盘。起面啊，手机卡，希望佮较侪人加入，减速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有较凉冷。另外，中国的污染对东北季风路南，对咱台湾的空气会造成影响，所以乡亲今日出门要会记得戴嘴安。佮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有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是14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